哎呀，不行。现在我用这个也没有人笑我了哈，他知道我这么老了，应该不认老也不行。最近啊，不都认老了哟。人生就是这样的哈。我这个工作叫做剪贴是吧？啊，叫做剪贴。昨天就是到这个旧寮国小啊，新温国小，哇，要到新温都是上坡啊，要1个钟头才到这个学校，慢慢的。但是回来的时候啊，下坡吧，啊，很快就到家了。哎，我后面做嘅，我嚟95年啦，係民國3年嘅啦。米件啊，介绍啊，拢有分係啊，係咯，安尼啊。好咯，我减2個網啦，減4個啦，啊都運動啊，啊都高比高中生啊啲來到嘅草地，米人嘅故事上啊，都係。也脖子下最近的脖子係咪？咩都仲係見到面嘅做嘢就啊。哦，佢留下來哈，有嘅值得教材的哈，做教材的，就見到可可發展的樣子呢哈，就教一本那裡，10年了呀，差唔多呀。10年了。喺上高中滿意啊，都沒唔知呀。一天到晚都動了，要動了哈，腦袋要動，腦袋要用。要有動也有靜的，動靜哈。靜的時候就毛筆拿了就寫字了。後來我的房間不颯颯，我的這個毛筆這些。我女儿那个56年就到渥太华去，在那边啊，有基督教的啊牧师当这个媒人，就在那边跟我的女婿就结婚了。我的女婿啊，前年啊突然这个脑出血就完蛋了，那么都不要给我知道啊，还以为我这个老人家哈，那才这样。所以很多我精神上的我都一直忍耐来的，很多我精神上的打击很大。好冷哦，外面啊。又来了嘛。再见，快笑。
刚回来去做人的，因为拢伫溪埔，拢鸟仔声，还是讲人踢车的声安尼尔。方圆可能好几公里拢无人，啊，就感觉会惊，因为咱毋捌拄着即款拢无声迄款情形。台中大都市的迄款环境，甲倒来遮即款环境可能会较无共，就感觉先家己啊。之前还有一个也可能新生。伫遮过，歇落来就停落来，甲我们讲：大哥，你迄种迄是啥物样？木瓜啊？木瓜不是长在土底下？我讲毋是啦，你是台北下来？讲对。讲来，你落来。讲来，我报你看，这就是木瓜，木瓜就是安尼生安尼，有够趣味的人个啊！我当下一直拢也想讲要回屏东县美展的啊。那么画无啊，就是无老师啊。咱顶讲的老师点一个就出来啊，咱就是无找无老师啊。这一张比较好奇啊，这张是拄开始伫学的时阵画啦，这敢若画1、2年啊。还佫画一张，感觉就无共，画起来感觉就无共。因为我是感觉讲农业，尤其是烟农，因为即款物件无啊，已经无啊。旧式烟楼几乎应该是拢做仓库啦，仓库无用的就拢倒去啊，倒去，我是感觉足可惜的啦。我就想讲用油画来甲保存有即款物件，所以我前一阵我创作的大部分都是烟楼和烟农啊。阮太太伊自细汉就伫台中大汉嘛，你想要搬转来这个庄脚所在吼，而且伊转来这人生地不熟啊，伊爱顾囡仔，爱搁煮饭互阮食，搁爱拼内底洗衫有诶无诶，所以他还是蛮辛苦的。那时候我们在台中的时候，已经很多人都到大陆，还是说到越南去工作了。工厂已经很多都外移了。也有人说找他说看要不要去越南这样子。后来我就觉得说，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趋势的话，那不如我们先回来。刚回来，我们也都是玩电脑，也没有什么出去玩什么，就出去外面购物啊。最远就是如果屏东的话，最远就到屏东家乐福，对啊，就去买个东西啊，就觉得这样蛮不错的。他们就教客家话，我就说我也跟他讲说你要学这样子多学，不要像我就是客家人还不会讲客家话。我就甲讲客话讲，有时啊讲下雨咯土该淹起来啊，落雨的土若淹的咯，伊就会淹安尼，有安那听有呢，就会淹起来安尼。习惯咯安尼，拢会啦。就想着要甲讲啥，就甲讲啥物啊。
讲实在，等啊遐久啊，我真正你若叫我出去住，可能住无2个月我就选择啊。感觉是已经倒来这个生活圈啊啦，要出去机会可能零啦，嘿。一些有的没有的，都是运动会的啦。哦，这个乡运的，哎呀，这个是全乡第一的，可以看一下。就是像跑那种田径的来找我，啊，那时候就跟他们回绝，就讲我没有兴趣跑这样子，啊，只是不能再跑。要我的，要我的。朋友也懂车，然后就去请教他，然后越玩越有心得，就这样开始了。第一次帮我改车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旁边看，就偷学起来就会了。学修车只是暂时而已啦。那时候刚退伍是觉得，反正还不急，所以就先休息，就是先做看看这样，然后不适合再转这样子。我那时候进去有跟他讲过，他说这样也可以啊，因为技师的话都是像服务性质的，就是没有走那种就是研发那种路线，所以觉得这个不行，因为纯粹只是喜欢修理而已。而且这里的朋友都是慢慢往外面走，而且留在这边越来越没有那个朋友，所以觉得很像都是在一个人过生活。他那个无眼的阿甘呢？1个小孩子在家里
较有伴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看他自己啦，以后他出去外面闯也是没有办法，有他也留不住。当兵的时候不是都放长假吗？放长假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一个人骑车到处跑，去看看不一样的地方，有点类似像去环岛那样子啊。就你知道这个地方是这样子的情形，那别的地方别的环境就不一样，所以你去看一下就会有不一样体会。我是到邮局了，在那个农会领钱去了。哦，老师，啊，你还食到100字啊？啊，老师，我是了8字写落啊。哦，安尼哦，我拼可能是。嘛，最近都感觉到很不，很那个了，一直这个自己会感觉到嘛，哈。我说头很昏，有时候3更半夜，哇，这个脉哒哒哒哒哒停了，哒哒哒哒，哦，糟糕糟糕，大概是，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。我们这个扫墓哈，一定大家唱这个。林上春，春光好，蓬城枝一套。声中人，念祖观，新年时代唱。大家猜。